1000订阅啦！娃娃 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的娃娃 TV 呢，在前几天终于突破1000订阅了，耶！其实前几天破千的时候，我真的没有发现到。我这几个礼拜实在是太忙了，忙到我每个礼拜都会固定上传的美国留学系列呢，我昨天都没有时间可以拍，没有时间可以上传，抱歉啦。我最近实在是真的太忙了，我的痘痘都长了好几颗，然后黑眼圈都加重了，我都觉得我都快变成团团圆圆了。前几天啊 ，KTV 在我下面的留言栏恭喜我破千了，我才突然发现到我真的已经破千了，这真的不是梦吧？我看一下不痛，这真的不是梦，这真的不是梦。1000人呢，其实说多不多，但是说少也不少。1000人呢，大概可以坐满一个电影院吧。我这个频道呢，其实从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有在上传一些影片。那个时候呢，大概都只是在上传一些我表弟 Maxwell 唱歌表演的一些影片。那个时候订阅人数呢，也差不多只有3个人左右。之后呢，也因为种种的原因呢，我停止了上传影片。直到今年大概是3、4月份左右吧，我遇到了一位很厉害的朋友 Shane。他教会了我要怎么做 YouTube， 并传授了我一些做 YouTube 的知识与秘诀，这才让我又重新开始制作影片。我大概是今年暑假，差不多是7月份左右吧，我重新开始制作了 YouTube 的影片，到现在差不多3个月左右，我几乎是从0开始，到现在已经有1000个订阅，我真的是太感动了，太谢谢大家了。虽然说我做的影片没有说真的做得很好，但是还是很感谢有人愿意看。也很感谢有大家的支持，就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才有今天的娃娃 TV。其实说真的，做 YouTube 呢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，我也还有很多东西不懂。我现在也还在学习各种的知识，希望以后的影片可以越做越好。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我，多多的给我留言，多多的给我提意见。有什么希望我拍、希望我讲的东西呢，也都可以给我留言告诉我哦。你们的留言是让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以后呢，我也会继续努力。继续多做一些影片给大家看的。好，那谢谢大家今天观看这个影片。那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，或者是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都可以按右下角的那个熊熊，或者是影片下面的那个订阅来订阅我，以后可以看我更多的影片哦。大家也可以到娃娃 TV 的 Facebook 去帮我按一下赞，我有什么消息都会在那边发布哦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要再来感谢一次观看我的影片以及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，好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